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新闻头开始，先来看罗西亚的消息。罗西亚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今日表示，总统普廷明仔载会伫克林姆林宫举行签署仪式，加前2天通过加入罗西亚公投的4个乌克兰地区纳入领土。罗西亚2月20日发动战争了后，顶一日甲占来的赫尔松、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这4个州发起敢要脱离乌克兰加入罗西亚公投。公投结果，平均4区拢是有9成同意。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甲西方国家拢谴责讲这是假公投，绝对未承认公投结果。4级的飓风伊恩扫美国佛州，对画面当中，咱就会当看到讲这做大水的灾情，而且这水已经是因半层楼啊悬，而且电缆嘛拢去互风扫断去，超过230万人无电通用。而且佫较离谱的是，推特翕到一段影片，竟然是有沙鱼互加入市区，实在是震撼过。对咱投资者看到画面当中，咱就会当知影讲，这个飓风伊恩，互人讲是怪兽级的，绝对毋是凊彩讲讲的尔。咱对边啊这张云图，就会当看到讲，伊恩拄登陆的时阵，伊的气势就正少。这个飓风的遮尔强，甲伊走的路线有真大关系。伊用是一路对加勒比海就北，加勒比海天气热，海水温度悬，互飓风是有输袂完的水汽。伊恩到坦帕湾附近的时阵，海水甚至是去互飓风抽离开海岸线。这又搁高又搁大片的云带强风大雨，当地过去48点钟就已经落3个月雨量。虽然讲伊恩登陆了后，已经对原本的4级飓风降到1级，不过咱会当看到讲这片长真惊人的尾流，代表讲当地会继续变大雨。伊恩接落来会向北行，东南部各州亲像是乔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州拢已经出嚟蛋。因为强风大雨，福州真侪沿海较低地区，就亲像那不勒斯安尼，对海岸甲市区就敢若海洋。重点个积水，即个要含都桶的下骹边悬，这个拢咱看到风吹动的电线电缆落个涂骹。根据外电，当地统计，无电筒用的居民已经到230万人以上。夏洛特港阁传出有病院加护病房的厝顶拢风吹走，互规个医疗量能拢受影响。但是，就算是安尼，共款有民众无愿意离开，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小连续提出警告，要求民众袂当大意。I mean, you're going to have massive amount of power hitting that coastline with really, really strong winds. That is going to do a lot of wind damage. It's life-threatening. You should obey all warnings and directions from emergency officials. Don't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 Use their judgment, not yours. Evacuate when ordered. 在风台来进前，部分的学校已经停课，既然学校无人，地方官员和学校就做伙整理做暂时的避难所。另外，电信业者嘛加入来帮助灾民，包括 AT&T、沃达丰、T-Mobile， 有的是提供免费的基站通讯方案，有的是设临时的机动式的基地台，是提供必要的语音、感讯和网络讯号。因为强烈风台来啊，美国职业篮球 NBA 的奥兰多巫师队连续第2天是取消比赛和练习。这个圣维尔国际机场嘛宣布是取消所有的航班。美国 Fox 新闻是因气象单位的预测指出讲，伊恩风台伫福州阁会停一2天，接落来就会对北边去，对乔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维吉尼亚州这个所在去。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近日发生一个3岁囡仔，被放袂记关伫校车内底翕死。这阵政府是宣布幼儿园的校车全面加装安全装置，避免发生追究。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国情院预告北韩10月中过可能会出核武器。另外，有南韩的议员指出，金正恩甲习近平已经交换亲笔配备解，讨论中国甲北韩的关系。英国《Times》报道，英国央行宣布650亿英镑的紧急救经济计划，英镑换美金的汇率煞是阁落1%。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加州奥克兰发生校园枪杀案，有6个人受伤，2个人有生命危险，警方也搁咧抓凶手。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国防部拜三表示，要加提供乌克兰一杯远天火箭炮系统，帮助乌克兰长期控制对付罗西亚。国际民航组织大会3年办一届，今年是伫咧加拿大举办。顶礼拜，
联合国大会都有未少国家呼吁讲，爱互咱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不过，咱今年有关是无受到邀请。不过，伫咧会议当中，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纽西兰拢有出声挺台湾参加，认为讲所有的国际民航成员拢应该有机会参加大会。也若是互咱无法度参加的阻碍，就是中国，因搁伫咧大会放送一中原则的理念。咱的外交部是动动批评中国武人政治议题。Particularly those who administer critical airspace, like Taiwan,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meaningfully in ICAO's work. 国际民航组织 ICAO 3年一度大会活动第一天，美国运输部长布塔主席就公开呼吁，应该让台湾有意义参加 ICAO 工作机会。虽然咱国今年犹原无得到邀请参加，不过今年国际挺台声音一直伫大会中出现。活动第二天，法国、日本、纽西兰也发言挺台，强调无任何国家应该放排除在外。安全、保安、環境など世界規模の政策の実効性を確保する観点から重要であり、こうした分野で地理的空白が生じることは望ましく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appelle aujourd'hui davantage de solidarité. C'est le sens du mot solidarité. Aucun pays ne doit être laissé de côté. ICAO 大会每3年举行一摆，各会员国代表拢会伫会议中共同讨论飞安规范标准，确保全球民用航空安全一直精进成长。伫航空服务超过20年的前技术表示，博多参与 ICAO， 毋但是国际上新飞安规定，也是咱国制定相关飞安规定，即时传达恐惊有落差，也毋过实际飞安影响无大。桃园机场的某一些这个滑行道做了一些改变啊，我们当然会事先赶快发一个紧急的通告给大家。如果今天你在这个组织里面，可能你可以更早的、更有效率的把这个资讯做一个传达。政治理由打压我参与 ICAO， 不符合 ICAO 无缝天空，呼吁北京当局勿破坏台海和平，危害区域安全。ICAO 中国代表毋但阻了台湾参与，更加伫会中发言，讲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得到 ICAO 真济缔约国支持，外交部加以补贴甲谴责，强调已经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强调中国无应该无理阻了台湾，去炒作甲飞安无关的政治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甲中国今日是庆祝建交50周年。日本的驻日大使空闲有感日本的外务大臣林芳正是做伙出席伫咧东京的纪念仪式。不过这几年中国甲日本的关系是无介好。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甲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就利用这个庆祝的机会，讲愿意推动更较稳定的两国关系。甲本啊旁观出席的贵宾干杯了后，嘛宣告纪念仪式开始。29是中日建交50周年的纪念日，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甲中国驻日大使洪炫耀拢出席纪念仪式，甲日本在境界友中的民间团体做伙庆祝。林芳正特殊表示，日本甲中国对地区甲世界的和平甲繁荣有重大责任。洪炫耀認為中日的關係đã出現分歧。山あり谷ありの50年を経て。中日関係は今新たな歴史的出発点に立ち、重要な岐路に今立たされております。次の50年はどこに向かうべきか、これがお互い真剣に答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問題だと思います。受了到戏台领土的争议，到中国甲欧美国家伫台湾议题有分歧，地区的情势真紧张，所以双方拢无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外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互相用贺电祝贺建交50周。习近平强调，真重视发展中日关系，愿意甲日本照着50周年顺时代潮流，合作建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岸田嘛表示，愿意伫后一个50周推动建设更较稳定的中日关系。促進兩國地區加世界和平加繁榮。日中関係はさまざまな可能性とともに多くの課題や懸念にも直面しています。主張すべきは主張し、対話を重ね、責任ある行動を求めつつ。雖然中日建交滿50周，雙邊嘛有真濟民眾佇對方國家往來交流。不過根據日本外務省4月公布的民調顯示，有超過60%的日本人認為，面對中國的態度應該更較強硬。我是新聞台視同朋友。伫咱台灣拢認為講校園是上界安全的所在，不過伫美國卻毋是安尼，因為親像美國加州奧克蘭市今日就閣發生校園槍擊案，至少是有6個人受傷，其中有2個人有生命危險。
警方就表示，所有受伤的人拢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怀疑讲这件代志是针对特定的对象的犯案。目前凶手是也未抓到，而且警方认为讲凶手可能不止一个人。而且到聚集所在嘅警车附近嘅路也有起封锁线。伫美国加州奥克兰，伫2月发生航空枪击案。In all, 6 adults, individuals 18 and over, who have some affiliation with the school, were determined to be suffering from gunshot wounds. They were all transported to local hospitals. 2 of the gunshot victims are critical but stable, and the third is in stable condition. 目前已经知影有6个人受伤，其中2个人有生命危险。这个区域中有4间学校，发生枪击案的这间学校，主要是以16至21岁的新移民较侪。也毋过安怎会发生枪击案？因为枪手已经走离现场，所以专案有待厘清，无排除侪人涉案。We are currently and actively looking for at least one shooter, although there may be other individuals involved. We have our ceasefire teams as well as our violent crime operations teams actively in this moment following up on leads looking to bring to justice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is heinous act. 根据非营利组织枪击暴力档案统计，美国今年敢若就半年都有约2万人死伫枪击暴力，其中发生伫5月的德州某一间小学枪击案，都有超过20人死亡，佫还是10年来上严重的惨案，也互枪击暴力甲枪击管制议题再次加做讨论话题。记者综合报道。顶日啊，伊朗一个查某囡仔叫做艾米尼，因为头颈底无好势，互警方掠去了后，竟然就死亡，引起伊朗是全国大抗议。不过当局毋但无认错，佫粗残镇压，目前至少是有76个人死亡。这款情况抗争嘛，已经传烧到全世界，西班牙、德国拢有民众黑烟。另外，伊朗的革命卫队昨是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族地区发射飞弹，佫出动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飞弹就落伫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族地区。伊朗革命卫队2月对伊拉克发射飞弹，加进行无人机攻击。被轰炸的建筑清出阵阵的乌烟，未少受伤的人被送去病院接受治疗。当地真侪建筑被炸甲如苍苍。根据 BBC 的报道，这场攻击造成13个人死亡，包括1名有心的妇人，另外有数十人受伤。美国国务院批评伊朗公然无顾到联合国的宪章。伊朗总统莱西回击是针对伊拉克北部的恐怖分子的据点发动攻击，佮强调是外国势力利用艾米尼的事件，借机会伫伊朗国内制造动乱。也毋过，这波抗争已经被伊朗国内拖到全球，包括西班牙、马德里甲德国柏林，拢有民众上街路来声援。I'm here today for freedom of Iran, for women, for hijab. I'm having the 2 kids, 2 daughters, and they are also the woman that's in future. And I'm thinking if this thing, the same thing, if it's happening to my daughter, it is terrible. 这是伫伊朗当局强烈镇压。示威造成严重的死伤，伊朗人权团体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提升到76人。部分媒体甚至指出，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这场2019年由月起以来，伊朗上大规模的街路抗争也在进行中。公视新闻陈慧珍编译。南亚的国家巴基斯坦3个月之前发生严重的大水灾，亲像咱画面当中看到的是1/3的土地拢总淹了了。这阵灾区中建的速度是真慢，这受灾户到当也是住伫咧坪仔内底，无清气的水通好用，临时的便所嘛是垃圾里落，而且难免营的人多，就啥物款人都有。最近甚至传出讲有少年的查某囡仔伫咧营地当中去互绑票的情形。有8个的塔斯蒂玛，3礼拜以来拢伫咧山顶，也无记录过雨水生活。
We know this water is not clean, but we have no choice. Even if we use soap to wash our clothes and dry them in the sun, they remain dirty. We drink this water, we wash our dishes with it, we bathe with it. It's dangerous to be here because there are insects and snakes in the water. We've killed some of them. 那最后塔斯利马都出生的囡仔都有皮肤病，但是因已经无选择。巴基斯坦是爆发世纪洪灾已经要1个月，但是灾区的中间无进展，真侪受灾户是无法度返去厝，干来当秘伫山顶过一天算一天。另外，伫政府起的临时布棚营区，因的状况嘛无较好。 Here is the toilet we have. It is made of cloth, and it is useless. There is no drainage system. There's no hole. If we use it once, the floor is dirty, and it's no longer usable. 便所是有干啊无，营区的妇女若要去便所，干来会当去附近的草埔啊。搁会常常烦恼有查甫会经过，加上营区内面啥物人拢有，当去布棚嘛袂当安心。It's very difficult to live here because there are men passing by and looking into our tents. There is no privacy. We don't send our children or the young women of our family when there are food distributions because we're afraid of kidnappings. It happened here recently. 卫生条件是有够歹，人身的安全佫有风险。营区内嘛欠医疗资源，即马真侪有新的负能人，佫会等一段时间才有女性医疗人员来到三工。气候变迁是引起灾难，政府的帮助佫伤慢。巴基斯坦的妇女即马当咧面对比较早佫较艰苦的时阵。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杯卡球赛11月2日要伫咧中东的卡达比赛，但美国家队就利用球衫的设计来批评卡达的人权问题。另外，佫有设计一款黑色的球衫，是为着要纪念起球馆的过程当中不幸过身的肃清的义工。世界排名第10的丹麦国家队要伫本届卡达的世足赛穿批评主办国卡达的人权纪录球衫。球衫的供应商伫社群的媒体顶悬表示讲，黑色是悲伤的色水。伫阮全力支持丹麦国家队的时阵，嘛唔通袂记得因为这场世界杯来牺牲性命的数千人。丹麦足协伫去年11月就表示，到时阵国脚因伫世足杯上场的时阵，因穿的球衫会有批评性色的元素。就算讲国际足总规定讲袂当伫球衫顶悬有政治声明，不过丹麦的3款全红、全白，也佫有全黑的球衫设计，亲像是无违规，因为顶头无明确的文字，也是符合声明。也若国家队的票头，厂商用商标，也佫有单调的箭头标志，也佫伫个正卡苗藏伫个球衫顶悬。卡达世足官方单位交付遗产相关委员会对赛事造成6500个移工死亡讲法提出异议，表示一直拢有和丹麦足协来保持有力的透明对话，对建筑场馆3万个员工的健康甲安全绝对无激外。相关的隐私会扩大到约20万的其他的部门的员工。卡达过去就因为去场馆曝写移工来互人批评，这些移工因大部分拢是对印度、巴基斯坦，也佫有斯里兰卡和尼泊尔来的。ولله الحمد احنا سعداء جدا بان استكملنا كافة مشاريع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ملاعبنا 8 استكملت قبل انطلاق بطولة العالم بعام، تم تجربتها جميعها。丹麦，互人认为讲是32队内底上届有可能对卡达采取强硬立场的球队。伫顶礼拜，丹麦足协加入荷兰发起的活动，支持包容、反对歧视。丹麦的官员嘛，捌伫一场的访问卡达的活动内底有讲出劳工的权益甲改革的意见。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那讲到卡达，大多数的人拢会想到讲，伊是一个生产石油的好业国家。若搁听到讲伊伫咧中东，就想到讲应该是信伊斯兰教，亲像是阿拉伯人迄款形象。为着互众人搁较了解卡达，有一个当地少年人拍一影片，要来小解卡达的日常文化。Today, we're going to be answering the web's most searched for questions about Qatar. What is Qatar famous for? So, of course, we already mentioned that Qatar is famous for being one of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英语是讲甲真好，表情自然佫活泼。伊就是最近伫网络真红的 MRQ。今年38岁的 Q 先生，爸爸是卡达的人，妈妈是对英国来的。伊讲伊伫英国读大学的时阵，真侪人拢问伊讲卡达伫倒，因为真正收集访问到这个问题，伊嘛开始质疑啥那这侪人唔知影卡达。So I went online and I started to search, and it was true. A lot of information was super out of date, and there was very little information, if there was any anyway. And I decided I wanted to create a site or a blog.
Q 城市伫2008年是成立家己的部落格，专门为住伫卡达的外国人士来解答因的问题。11月卡达就要办世界卡球比赛，到时有30几个国家的选手含各地来的球迷会来卡达。Q 城市服务的对象就会更较侪啊。伊的 IG 和 YouTube 即马拢有10多万人在追踪，真侪人问讲安怎拍招呼咧。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Qataris kiss. We're going to do some quick demonstrations. So, as you can see, two men are approaching each other and they're going to shake their hand and they're going to kiss twice if they, I mean in the cheek. Twice with the cheek. Okay, that's if they don't know each other. Q 城市嘛捌特别介绍卡达人的穿插，伊讲男性伫长衫下骹阁会穿一领长裤。卡达上好食的当然嘛爱介绍，但是常常拢笑笑的 Q 城市，有当时嘛会因为别人的印象感觉艰苦。The thing that stresses me out the most is how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we are all individual citizens that make up a country. I just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when people stereotype or generalize that when they see something negative that's happened that we all accept it or we all agree with it. 除了拍拼拍破别人的偏见，已经互聘做卡达的足协顾问的 Q 城市嘛讲，卡达为着要迎接世界卡球赛的人客，特别是放零啉酒的限制，当然团的人数嘛会当来，希望各地民众拢来体验卡达的热情。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